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平安。感谢上帝的带领，让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都有神丰富的带领。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是有福气的人。我们相信，今天在我聚集当中，我们要再次经历上帝同在的美好。天父上帝。这时候，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在基督内，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你是我的倚靠，主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是的，主，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主啊，我们爱慕你，我们爱慕你。主啊，我们单单的来敬拜你。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怀里。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我的耶稣。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是我心深处。耶稣，我的耶稣。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医治我心深处。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哦，耶稣，我灵最深渴慕。耶稣，哦，
慕。耶稣，哦耶稣，你已是我心深处。是的，主耶稣，这时候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我们一同为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献上祷告。我们求主降下更多的恩膏，更多的能力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一同为着我们今天的聚会来献上祷告，一同开口来祷告。谢谢主，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带领我们能够在礼拜天来到你的宝座前面。主耶稣，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求你来平静我们的心，我们享受你同在那个美好的心。主啊，求你大大的运行在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主啊，我们的灵要被更新，带领我们的灵要被更新。主啊，求你再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主啊，你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主啊，求你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灵，更多的灵在我们的当中。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怀里。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耶稣，哦耶稣，我灵深深渴慕，耶稣。哦，耶稣，你已是我心深处。这时候，我们为着我们今天的服侍者来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服侍当中经历主的同在。我们为着我们牧师今天的信息讲章，求主再次照亮牧师。我们为我们今天所有的会友，以及我们自己，能够有谦卑、更多的领受与教导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天的天父，走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哈利路亚！真的是再一次，你来带领每一位服侍人，全面向牧师的讲章。爱我们父神，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圣灵引导高摩在我们的牧师的身上。主啊，今天牧师所要传讲的讯息是带有能力，是带有祝福的。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主啊，所有的服事都有主你的同在。主啊，保守我们一切的程序都有主的同在。主啊，我们同心合一的服事是要荣耀主你的名，是要荣耀主你的名。主啊，求你再次打开我们兄弟姐妹的心。主啊，我们要专心在这里敬拜你，用我们诗歌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啊，你是生命活水。主啊，我们求你再次充满在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的身上，那医治、那释放就要源于我们。主啊，愿我们献上每个祷告，恳求主你来接纳。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阿们。这时候，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从座位站立，我们一同再唱这首歌：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怀里。我的神，我要永远在你的怀里，爱慕你，屈膝在你面前，单单敬拜你。我渴慕你，我敬拜你，我的主，我深爱的唯一。耶稣，我的耶稣。
今天有一位真神，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的名字叫耶稣。哈利路亚！耶稣是我们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有一位真神，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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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在爱处多一点，在爱处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在爱处多一点，在爱处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在爱处多一点，在爱处多一点，在爱处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在爱处多一点，在爱处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主耶稣来追羔羊，在十架上胜过死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此爱我，使我盼望
主之主，如此爱我，使我盼望。我们要再爱你多一点，再爱主多一点，再爱主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再爱主多一点，再爱主多一点，因耶稣基督深深爱我。主耶稣代罪羔羊，在十架上胜过死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此爱我，使我盼望。主耶稣代罪羔羊，在十架上胜过死亡，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如此爱我，使我盼望，如此爱我，使我盼望，如此爱我，使我盼望。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你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主啊，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我们要来赞美你。主啊，你是作王直到永远的王。主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世之王，你的道路公义真实，昔在、今在、永在，永远尊贵圣洁神羔羊，万有归还。主已作王，直到永远，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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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是配得尊荣与赞美，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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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都属你，权柄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主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万世之王，你道路公义真实，昔在、今在、永在，荣耀尊贵圣洁神羔羊，万有归还。主已作王，直到永远，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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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是配得尊荣与赞美，荣耀，
神在，神在，神在，唯有你是配得尊荣誉赞美，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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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都属你，生命都属你，能力都归至高神。神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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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你是配得尊荣誉赞美，荣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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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恩都属你，生命都属你，救恩都属你，生命都属你，救恩都属你，生命都属你，生命都归至高神。哈利路亚！我们要赞美在天上的父，你的恩典满满赐福在我们人的当中。感谢你创造这个美丽的世界，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丰盛的产物。主啊，当成为你的子民是何等的幸福！主啊，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再次聚集在你的圣殿，这是你设立宝座的地方，也是一群愿意委身、愿意虔诚敬拜、愿意亲近你众子民集合的地方。愿神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亲自来启示每一位在你面前全心敬拜、同心祷告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借由妇女主日、妇女祷告日，所有一切的流程，用这些礼文来作为我们的敬拜。愿神亲自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服事，特别是所有姐妹的服事。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在进行下面的所有流程的时候，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这个今天特别妇女主日的公祷日礼拜的流程，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我们在周报里面有看到我们这个流程我们在读经、献诗、讲道以前有三段三段用起应式的欢迎啦、祷告啦还有宣召。那简单的说，就是有谢牧师还有我们的婉如执事，他轮流带领。我们等一下注意看到有写会众的时候，大家的同心把它念出来，等于是我们的回应的祷告好，我们这个时候就把时间交给两位同工。平安，意思就是愿上帝赐你一切安好，跟上帝跟人的关系都和谐。仅代表台湾教会的众妇女，欢迎大家，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们，能够与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亲爱的姐妹弟兄们，透过今天的聚会，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台湾的经验，一起见证上帝奇妙的恩典和大能的作为。现在我们来播放介绍国家的影片，有7分钟的时间。
在资料夹有一个影片档。
宣章，愿颂赞归给上主，感谢他将百般的福气赐给台湾。以下我们要请宛如执事带领我们一起来起应。赞美全能的创造主，他创造美丽岛台湾，山岭充裕，四面环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一起来，上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愿主的荣耀与我们同在。100多年前，宣教师来到台湾宣扬福音，我们听见福音，并领受救赎的恩典。上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愿主的荣耀与我们同在。从17世纪开始，台湾被不同的国家统治，经历种族、文化、社会、政治的冲突和融合。借着上帝的恩典，台湾岛上的人民和谐共处，我们乐于款待别人，成为他人的祝福。会众一起，恩典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的荣耀与我们同在。请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赦免人的上主啊，我们向你认罪，我们离弃了你，我们没有守护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土地，我们滥用土地，造成污染，导致各种物种灭绝。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恩典的上主啊，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自私和骄傲，践踏人的尊严。我们忽略弱势者、外籍移工和新住民的需要。我们听见土地的悲鸣，各族群的呐喊，妇女、儿童与青少年的哀歌，但我们却没有付出足够的行动，与所领受的恩典相称，甚至因此使他们陷入困境，受到压迫。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耶稣，求纪念我，你的国临临的时候。耶稣，求纪念我，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宣告赦罪起应文。信实公义的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洗净我们，帮助我们行在光明中。求你赏赐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你，充满爱心和信心。求你向我们彰显你自己，我们就能够明白你无限伟大的能力。阿们。现在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1章15到19节，大家一起来念。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有爱心，我就不断地为你们感谢上帝。我在祷告中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上帝，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我也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使你们知道他呼召你们来的盼望是什么，他所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多么丰富，他在我们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愿上帝赐福领受他话语的人。本周献诗，我们欢迎芷兰小组。献诗的歌曲是《领我到你宝血里面》。献诗完，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向牧师讲道。
夏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是：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一起用掌声来赞美主。我们谢谢子兰小组，他们唱这首非常振奋的诗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感谢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我们特别引用我们的妇女公祷日，全世界通用的我们的礼拜的祷文，一起来敬拜神哈，这是很特别的经验。我们要分享主话语之前，先来做祷告。
慈悲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刻。这礼拜我们在庆祝妇女节，是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神创造男，创造女，特别让妇女有神美好的形象，有神美好的恩典，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传承当中做许许多多的祝福跟贡献。我们特别要在这个主日，借由我们的圣经的话语以及所有的礼典的礼文，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特别是今年我们为台湾来祷告，愿神亲自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敬拜以及祷告。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礼拜跟正常的程序没什么太大的差别。不过我们刚刚前面就有一段由姐妹所带领的祷告文、宣召文。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牧师所分享、所宣讲的，他这个主题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最近这2个礼拜同时使用的，那就很奇妙哈。虽然圣经的话语每一段话语都非常的珍贵，但是全世界的教会都同样用这段经文，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那我们看见这个主题，也是全世界通用的主题，叫做“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那这段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所引用的以弗所书的1章15节到19节，特别是第15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就一直开始就先讲说，因此自从我听到了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以及对信徒有爱心，从这一段开始成为我们全世界妇女代公祷日的主题。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等一下再用经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运用这样的主题来敬拜呢？是很特别的，是因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在这2个礼拜同时用同样的经文、同样的祷告以及同样的主题来敬拜神，而且特别是以妇女姐妹为主体的他们今年为台湾来祷告所以这些礼文呢，有经过我们台湾的教会许多姐妹，她们应用好久的时间参与撰写、参与整理我们刚刚看到这段影片我们看到很熟悉的诗歌，就是耶和华祝福妈妈，但是他用英文唱的，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影片就是要传递给全世界各地的教会，但他们各国的教会把那些文字再把它翻译成他们当地的文字。不过诗歌就是这首诗歌就是我们教会的信仪姐妹她所写的很感动，就是这首诗歌成为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听到刚刚我们这个投影片好像有一点这个太宽了那些文字没有办法全部呈现出来了不过我们前面的电视荧幕倒是没有那这些资料是因为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同心关怀台湾，那牧师要借由这样的氛围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公祷日的一个由来也让大家一起重新去参与，说全世界很多姐妹，她们借由这个公祷日一起在关心各国这公祷日呢，它的英文简称叫做 WDP 就是有一个协会一个常设的组织，它是起源于1887年已经100多年了100-200年了加拿大跟美国的基督徒妇女他们共同促成的他们是想说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全世界的多元宣教所发起的。那这个 WDP 的总部它设在纽约那所以全世界150个国家的基督徒妇女他们共同参与他们每年会比如说今年有台湾对不对？就是在前2年就台湾的团队就开始邀集一起思考要用什么东西来呈现介绍台湾，让全世界的妇女为台湾祷告。那换句话说，别的国家他们也是用这种模式，在1-2年的时间就开始撰写，而且还要经过
这个总部他们的认可，说，这个内容是合乎圣经的、合乎信仰的、合乎你们这个国家的现况的，然后就整理出来。那我们台湾的这个祷告就是由台湾的妇女所整理出来的，然后就在全球各地同步举行联合礼拜。他们所约定的时间是每一年的3月第一个礼拜五，3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五，就是接近妇女节的前后他们同心为每一个国家祷告。也许有些地区是2、3个地区同一个种族群也不一定，但是基本上是一个国家。那又借由不同时区嘛比如说我们台湾这个时区，那在日本就跟我们不同时区了，他们提早我们1个小时，对不对？那后来在我们看到泰国那边又比我们慢了，那到欧洲就比我们慢了5、6个小时这样子。所以不同的时间同时就是用这个经礼文来做礼拜，等于24小时都有人来连锁这个象征这个意义很重要。那我说今年代表对象是台湾，每年的3月第一个礼拜五，今年是3月3号，上个礼拜五全球的基督徒妇女他们就差不多有146国当然这个国家有时候有参差的，有些可能没有参与也不一定那有大概155万个这个姐妹来参与。那今年呢，我们全球妇女呢使用了同样的礼拜文翻译成79种的语言为同一个国家祷告，那就要实践在主里面的合一的美善那所以这个代主日、代祷日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分享、给予的日子。所以每位参与的妇女都带着为世界和平、公益跟需要代祷与奉献的心，一起来攻守这个世界公祷日。那通常因为有的教会他们单独一间教会自己举行也很多啦。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教会小组化的，我们的妇女团契好像好几年前就，也不是说解散，就是把它改组了好像没有一个专为妇女所设的一个单位所以呢，我们教会很久没有用以姐妹为核心的带领的礼拜他们就用每一个姐妹参与。不过因为今年刚好为台湾，而且那个礼文都是我们台湾妇女自己做的，所以牧师就建议说，是不是这个礼拜我们就是采用一半了因为其他的礼拜要召集妇女比较困难，我们就这些礼文由我们的姐妹来负责来带领然后主要是刚刚我们看这张海报，也是我们台湾的姐妹自己设计的这张海报呢是目前还在德国汉堡一个学校进修艺术治疗的肖慧文姐妹所绘制的那有讲到说，这一个海报的公文那个里面的设计有一个很深的意义是什么呢？基督信仰如何为这个我们现在外交很孤立嘛好像我们跟世界每一国都有来往，但是就是没有外交关系，没有政府的关系我们怎么带来平安、指望跟崭新的眼光我们看这张图看起来很有台湾的气味他有做一点解说，牧师用讲的，这样我们就不用看字，我们就看这张图就可以他说设计理念是因为台湾曾经好几次被殖民统治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台湾过去的历史，从400年前荷兰人来到这里因为这些轨迹呢，造成这座岛屿塑造成了融合多元族群文化的温柔面貌。我们说温柔面貌是什么呢？我们一个土地有不同的种族经过，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特别是在中原，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说中国的中原，哇，那个不同的种族来来去去。比如说，中国曾经被清朝统治，其实如果当时的观念就是外国人来统治中国呢，你知道吗？元朝也是其实甚至连唐朝都是因为唐朝那些李世民他们的种族是比较属于西域那边的种族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个土地都有不同的种族经过。那台湾呢，因为是一个孤岛陆续有不同的种族进来。那我们看到说，在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冲突，对不对？早期有什么闽客斗啦，还有什么那个
我们连台湾本来的漳州人跟泉州人也斗来斗去哈，为了争夺土地啦、水源啦哈。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来看，台湾虽然有见过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若比起说其他的地方国家产生种族的杀戮啦，或是什么大内战啦，我们台湾倒是感谢主了哈。大家陆陆续续有磨合、有冲突，然后陆陆续续大家一起居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时候多元种族文化的面貌哈。而且我们看到，注意看这个图啊，有几个元素在里面。第一个是2个妇女，对不对？一个是背着小孩跪在西边，跪在西边背景的天空是黑暗暗的哈，有一个亮光，太阳的光照射进来，它是在象征什么呢？他说他在黑暗中静默祈祷，抬头仰望。一个是妇女往光的方向来举手哈，那是说虽然前面的道路还不明朗，但是知道基督的救恩已经来到啊，这个整个图画的象征了哈。然后里面有两种鸟类啊，最下面那个在兰花的左下角有一只帝雉，帝雉。他说这个是象征台湾这个世上稀少珍贵的非常濒危的动物就是帝雉哈。然后在天空有一只飞鸟，大家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是不是那个白鹭鸶吗？北岭溪？比北岭鸶更珍贵，就是真的是黑面琵鹭，对，黑面琵鹭哈。还说这只黑面琵鹭呢，它又象征什么呢？它是每一年从北方甚至到日本的北方中国的东北，然后在那边产卵生下来，它的下一代，然后在冬天的时候飞了好几千公里，飞到我们台南的曾文溪，我们那个七股那边的溪口，在那边休息。那事实上象征什么？就是一个是在地的帝雉，一个是从外地飞来的，数量都很少。那一个帝雉是在台湾的海拔很高的地方，那后面这个黑面琵鹭是在经过几千公里的那个飞翔哈。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台湾在艰困的环境里面有信心，有那个坚韧不拔的特性。我们再来看，那最凸显的就是蝴蝶兰蝴蝶兰，我们台湾是蝴蝶兰王国的哈。我们在台南的后壁区现在有在兰花展很多喜欢花的人都会跑去看，哇，真的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台湾也是蝴蝶兰的外销国哇，赚了很多的钱外汇所以因为这样让很多国家认识我们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产花的国家就是荷兰荷兰他们出的什么郁金香听说昨天跟我们打棒球哇不得了，大家争来争去，很多人都要把那个花把它郁金香把它摘下来那种意思那总之有一个花来代表这个国家我们蝴蝶兰当然不是有的是原生种的但是这个蝴蝶兰在台湾很适合环境来生长，那也看到一个美丽的地方。最后还有一个元素就是远方一个绿色的，就是草代表绿草，代表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国家的国民的草根性，很韧性因为在什么地方，在有土地的地方就会生长表示很朴实、很丰富、很坚实这样子所以这张图画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在为这一天来做祷告会的时候都有这张图画，那是一个非常难得。如果说国民外交的话，那没有比这个更有机会的因为别人要不要看你台湾还不一定但是等于全世界都接纳，各地的教会都接纳这张图画跟我们唱的诗歌。那我们说大概都有在上个礼拜五就举行过了3月3号。那我们看看有些地方举行的经过，这些图片这些我们刚刚设计的理念牧师用讲的好，这个是我们在台北的济南教会他们所举办的妇女公祷日的一个聚会。看看前面有布置
很多台湾意象的东西哈，还有台湾的地图。那在台上啊都是女生了，除了讲道的牧师以外哈，你看，而且他们还穿了不同的族群的服装啊，来代表族群的融合哈。那前面的摆设非常有意思哈。那还有不同的地方，这个是他们在暨南教会举办的。还有另外一张就是各教派，每一个牌子代表一个教派，他们集中在台北一间信义会举行这个公祷日。所以换句话说，不只是长老教会，是全台湾的妇女所举行的哈。这个是他们公祷的情况哈。这些姐妹就像刚刚一样，谢牧师跟婉如执事哈，他们就一起来念这个祷告文哈。是他们这间是我们台南中会在上个礼拜在嘉里教会举行的哈，也是布置得很漂亮。由我们的副议长陈信昌牧师哈，他来讲道。我们说这个，把它画小范围，就是这个布置很有意思。你看，所有都是跟台湾的元素啦，除了这个海报以外，有台湾的地图啦，有台湾的百合花啦哈，有水果啦哈，还有香蕉啦。还有一个台湾的这个什么 LV 的袋子哈，还有米，对不对？还有那个稻草，还有那个小米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们在解说说，台边还摆了台湾啤酒哈，台湾啤酒。当然这个不是说好像要喝啤酒，它是因为台湾啤酒是写出台湾一个大字嘛哈，象征说这个台湾的元素，让大家知道认识台湾哈。这个是我们台南中会所办的。那这些都是为了要呈现说全世界大家一起关心为台湾祷告。那刚刚我们看那个影片有很多祷告的内容就是每一个国家都为这个祷告。好，那用这个主题叫做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就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宣讲的哈。那我们前个礼拜我们用使徒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段话一方面鼓励他们称赞他们，一方面也责备他们。那如果从时序来讲，保罗这段话是比较早的，就是他们教会设立的初期，保罗关在监狱里面所对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所讲的。那个时候他们就表现出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感恩跟赞美哈。简单的话，这个背景就是当时保罗是被关在监狱里面，那听到以弗所教会的需要，他就写信给他们他心中却充满着属天的荣耀跟盼望，为圣徒来祈求。书中所写的大概没有看到说他被关会有生命的恐惧，都没有，因为保罗认识到神呼召他的指望，所以保罗就用这样把他的感受又听到以弗所教会充满了信心，对弟兄姐妹有爱心，他就给他们做勉励所以我们也看到说，一般称呼说以弗所教会这一封书信就是一个建造教会很重要的一卷书哈。那我们如果从这段话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会挑这段话，很有意思，一个典故或是一个故事了哈。好，很多年以前5、6年前了，上帝早已知道台湾的需要，特别是今天这份主题哈。因为在2017年的时候，世界公祷日的会议就选定说，5年后要为台湾来祷告，把经文选好了，主题就是要兼顾在主里的信心。那这一次主办的那个主席他就做一个见证说，怎么会那么样的巧妙？5年前上帝就已经预知了，或者说上帝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今天我们面对3年来的疫情整个台湾社会国家的一个变化，他就老早为我们设定了这个经文，那就是很奇妙哈。这个华中派的委员会主席叫做张贝利牧师，他做见证说，2017年确定了2023年为台湾祷告，经文已经确定，当时还没有疫情，但是我们看见台湾面对今天动荡不安的环境，我们怎么样从这段经文得到信心哈？所以他说，回想当时上帝给的经文是兼顾我们对神的信心。那真的很适合现今的需要，上帝的安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真的，我们很难去预测说，在
2000年年初突然间疫情来了，我们这个台湾或者全世界都被封锁下来，我们更难去预测说，在这种全世界无论是经济各方面都受到重大打击的时候，神特别眷顾我们台湾，竟然在这2、3年当中，台湾的 GDP 啦，台湾的整个产业的发展，台湾的整个经济收入反而是逆向成长。虽然有那个贫富不均的问题，对不对因为那个大企业赚了很多钱呐，但百姓可能也遇到困难，很多抱怨，这个都是事实。但是很难去预料说，我们现在的国民的总收入已经超越韩国。以前韩国是多我们很多那这个一定是神特别美好的旨意。那我们特别要感恩了所以我们回到这段经文，有3个保罗他的一个分享，就是说保罗听到以弗所教会对主耶稣有信心，向圣徒有爱心，他不断为他们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常常把注意力转向上帝，不要看环境或周围形形色色，以至于我们能够放心活在上帝面前，继续往前走。大概是我们今天面对台湾的处境一方面有可喜的事，一方面有忧虑的事，那我们怎么样坚定我们的信心？特别出名的这个学者圣经这个神学家叫做约翰斯托，他有讲了一段话，他说许多基督徒面对困境，是因为我们忘记自己是2个国度的子民。基督徒所以会跟一般人不同，不是因为我们有超能力，或是我们有什么3头6臂，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确信我们属世的国度还有一个属灵的国度，我们是2个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活在地上，身份是世上的子民，但是藉由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天上的国度。那就看你遇到困境、遇到挑战、遇到很多问题来的时候，你是用地上的子民在思考，还是你知道我是属天的国度，我能够超越这一些困境？可能一般人没有办法超越，但是我因为有神可以依靠，我就能够超越这样的困境。所以保罗鼓励了基督徒，他说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也要活在天上子民的样式啦。我们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同样工作朝九晚五，我们一样遇到现在气候变迁现在南台湾好几百天都没有下大雨都没有淋到雨的感觉小雨还可以，但是没有大雨那有时候雨一下，哇，下了好多，又太承受不了，那怎么办？我们都面对这样的环境，但请记得，眼光注视上帝，目标就是为了认识上帝，持续因为跟神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就会超越世上眼睛所看见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段5年前所定的经文，让我们一个显示说，今天我们台湾教会更需要学习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心，而且对圣徒的爱心，因为我们相信上主在这个国家掌权。弟兄姐妹，我刚刚提到说，那个海报的设计说，台湾成为一个多元族群融合的地方，你可能有时候你会不认同说，我天天电视争论节目吵得不得了，怎么会什么族群融合？如果说相对于很多国家种族杀戮或是战争内战，我们发现说在立法院或者在那个政论节目吵一吵也不错，大家发泄一下。但是大家平常生活起居你我大家都是好朋友，那反倒是台湾的福气啦。当然我们希望这些纷扰能够减少那换句话说，神给台湾一个美好的祝福。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个地图，我知道说以弗所在这个地图的正中央，就是在爱琴海的附近，是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港城市所以保罗就是因为以弗所这间教会他们所美好的表现，他就为他们做祷告。有三段的祷告，一个是求荣耀的天父把圣灵赐给你们，这圣灵会给你们智慧，启示你们认识上帝。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他在赞美以弗所教会有信心嘛，又有爱心。那这些东西呢，不是靠人的力量来的，而是神给他们的力量。我们看到以弗所教会这段
这卷书里面，保罗特别强调2点，就是说圣灵给他们什么呢？一个是印记，好，我们看到以弗所书1章也提到说，圣灵给你们印记，好像有一个就是暗藏的记号，被圣灵所盖一个印章的意思哈。第二个是确据，保证我们能够跟主耶稣同享一切荣耀跟基业。也因为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很勇敢的承认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知识或是我们的学识都不一样，但是保罗给我们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你认识上帝不是因为你是科学家，你是大律师啦，或是你是高高在上的领袖啦才认识神。你的知识的认识只是一部分，很多学者，很多研究圣经的，研究越深就越批判，因为他们不是用属灵的眼光在看圣经。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非常确认的说，有时候我们认识神可能比一个不识字的姐妹还少，因为你用你的经验，你用你的知识在认识神。但是当圣灵医治了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经验是比你深刻的多。特别我们在看到很多见证，我们看到真情部落格很多见证，你就发现说，他们认识的是因为有圣灵跟他们同在。从这段话开始，我们看到说，保罗就是看见他们有信心有爱心，就是说求神把圣灵赐给你们，因为这样你们才认识神，就不是用人的办法，不用人的知识。所以基督徒要领受智慧，还有启示的灵来祷告，这样才能洞察人心的需要。第二点，求上帝开启你们的心眼，好知道他呼召你们来得的盼望是什么。有心眼，你就会看见这个盼望不是人的盼望，是一个属灵永恒的盼望，而且他应许给他子民的产业是丰富的。所以我们可以确认说，基督徒有盼望，未信的台湾百姓也要有盼望。所以我们就求教会就求上帝给我们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来看见上主要在台湾所做的事，如何使台湾成为荣耀的基业，上主荣耀的基业。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妇女主日一个祷告的一个主题主标轴哈。那在困难的时代，上帝怎样借着祷告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福音要借着上主的大能大力来运行，使得着更多的台湾的百姓。这是一个盼望跟信心得着。那第三个就是他在我们当中信他的人当中所运行的大能是多么的强大。神要透过这样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疫情慢慢消退之后，我们怎么样借由这段保罗所勉励以弗所教会的话题，也同样容纳接受在我们的教会当中。特别是今天我们为妇女的主日来做一个特别的主题，我们也期待神能够兴起富强教会的姐妹。我们看看我们姐妹们的恩赐跟委身是神所特别恩待在我们富强教会当中的。我们都知道现在进步了国家社会的国力指标了。换句话说，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他们在讲他们有多么很多指标哈，其中一个就是女性的指标。我们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女力，有没有听过？女力就是妇女的力量哈，他们的那个潜能在各行各业发挥哈，那是这个国家进步的指标之一了。另外一个称呼它新的名字叫叙事力，叙事力就是姐妹们的势力哈。但我们也承认了哈，其实我们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在20年前就通过了，但是借由大家努力推动，有些场域或是有些职场姐妹所受到的待遇其实还不能跟男生等同了。不过从我的体验来讲我们知道说，人类有史以来男女一起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如果坦白来讲男生会的女生大概也都会了，但是你承不承认女生会的男生不一定会，对不对？这是我们不是恭维是真的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传统的整个
人类的历史当中，男性主导或是所谓的沙文主义啦，或是所谓的父权的领导，是一种曾经走过的一种辛酸的岁月啊。但是今天我们觉得我们台湾在全世界是最开放的一个国家之一，因为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妇女姐妹在各场域、各领域来发挥。那重点是说，你有没有，我们的姐妹有没有认知到说，神给我这样的恩赐，给我这样的呼召，给我这样的使命，我能够回应他对我的呼召吗？还是你总是认为说啊，这个给男生去做就好，我们躲在后面呢？还是你愿意成为一个领导者？所以性别友善的促进是我们现在台湾社会一个努力的一个过程当中。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人看到最近的教会新闻有看到我们不是有一个很人认识的这个马鞍峰教会，在那个南加州的马鞍峰教会，他们是属于浸信会系统，他们前不久才被美南浸信会，我们知道在美国最大的教会就是美南浸信会，还有包括卫理会啦，或是我们的长老教会。那美南是非常庞大，特别是美国南方黑人很多，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女牧师啊，所以他们就看到说，去年呢，因为马鞍峰教会他接纳女牧者、女生的牧师，他们竟然觉得说，对不起，我们的立场还没有办法接受女性的服事人员，所以他们准备要把马鞍峰教会赶出去他们这个大团体里面。当然他们还在目前还在好像回应啦。不过我们是尊重他们的思考跟信仰我只是说，到今天还是有这样的观念，他们的信仰立场是这样子。那我们回到我们台湾的社会，我们长老教会我常常在用一个数据很好讲，就是我们的谢牧师啊，他在37年前封牧，跟牧师夏牧师一起封牧在澎湖七美。那个时候长老教会就在统计说，那谢牧师你是第几个女牧师啊？算一算，他们有一个女牧师的群组，或是女牧师的一个团体谢牧师是第20号。换句话说，谢牧师前面有19个女牧师，而且已经经过好几十年的历史。因为我们封牧的时候，长老教已经100多年了嘛，前面才19个女牧师啦。不过经过这30几年来全台湾我没有很仔细统计，大概有300-400个，已经有300-400个女牧师。所以今天如果去各地教会你看到一个穿得很漂亮的师母在你前面，你就先不要问她说你是不是师母或是牧师娘，要先问她说你是不是牧师这样可能问起来会比较正确一点。换句话说，现在女力在长老教会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大。那这是我们台湾的教会一个非常感恩的事，因为大家对女性服侍神不会觉得有什么隔阂啦，因为我们台湾的社会就是这样子。所以最后牧师要藉由这个主日特别鼓励我们富强教会，我们的姐妹有美好的侍奉的传统。那一天我在谈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的魏鹏长老说，我们的姐妹女性撑起半边天我觉得半边天可能还不大够，那2/3的天呢都被我们姐妹所支撑住了。换句话说，我们这一次在庆祝妇女在台湾100周年，妇女事工100年了，去年就100年了或是前年就100年了。他在征询说每一间教会第一个女长老那我们就报名出去说，我们富强教会一个女长老叫做杨素英长老，就是我们满族长老的婆婆。她参与开拓当时47年就参与开拓我们这间教会所以另外一位就是我们魏鹏长老的妈妈就是我们的青碧丁乐青美长老他们都被神接到天上去了。他们曾经在我们教会在初期最缺乏的时候最不足的时候，成为妇女的一个委身的代表。当然当时还有很多女的执事还有
我们的那个妇女团契，很多事工都由这些姐妹撑起来。当时我记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们当时的富强教会比较小，有庭院，很多姐妹哈，当时我们也没有这个外汇带进来吃的东西，都有这些姐妹掌厨哎。我们呢设了一个厨房，真的是姐妹出来料理一切哈，让大家享受一个非常美好的团契的时光。那期待我们富强教会有更多委身基督的姐妹，灵命追求成长，恩赐发挥，合一同心的姐妹。我刚刚讲说，因为我们教会，因为我们已经没有妇女团契了，所以比较有纯姐妹的团体来主持这个礼拜。不然今天应该是全部都有姐妹来主持才对哈。那我们来祷告，当我们迎接50周年的时候，我们期待更多姐妹在各场域的姐妹的门徒更多的成长受召啊，兴起更多的妇女领袖哈，为福音宣扬跟教会的增长建造贡献智慧跟恩赐。这是我们今天用妇女主日来敬拜的一个来重点的地方。等一下牧师做一个祷告，我们要请我们在座有些敬拜团的人可以拿麦克风，而且有歌谱来唱。等一下要唱这首主题诗歌了哈，虽然是很生疏，但是我们看那个歌词怎么来唱。我们听见你对主耶稣有信心。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也请我们的领唱的同工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教我们一起唱哈，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由保罗对以弗所教会所宣称的，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有信心，也成为我们全世界所有妇女主日代祷的一个主题。神啊，也求你亲自将这样的恩典赐在我们每一个姐妹当中，因为她们有神特别美好的天赋跟恩赐，特别是她们的特质成为教会建造最不可或缺的力量，是吧？求你将这样的恩典、智慧、委身赐下给所有的姐妹当中，也让我们的弟兄能够更看见姐妹她们的努力跟她们的贡献，能够姐妹跟弟兄同心合一，在我们迎接富强教会50周年的时候，建造更宽广、更丰盛的产业来呈现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请弟兄姐妹来唱2次。第一次我们可能请音乐稍微慢一点，我们唱的比较熟悉哈。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先弹一段，我们再来练习唱哈。唱国语的，来。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众弟兄姐妹有满满的爱心，不住为你们的献上感谢，在祷告之中常纪念。再慢一点点，我们再唱一次，把它唱出来。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众弟兄姐妹有满满的爱心，不住为你们献上感谢，在祷告之中常纪念。我们再最后一次好不好？慢一点没关系，来。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对众弟兄姐妹有满满的爱心，不住为你们献上感谢，在祷告之中常纪念。我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心，我们要邀请我们的山林执事跟慈宝老师来带领我们为台湾来做祷告。同样，他们在祷告完有一个回应，我们就用会众来一起回应。为台湾祷告起应文，我们一起来为台湾祷告。慈悲的上帝，台湾在国际环境中面对极大的困境，数十年来，
我们如同孤儿被孤立。虽然我们在国际间没有得到正式承认，我们仍然竭尽所能，在农业、科技、医药和人道救援上协助全球有需要的地方。圣灵啊，求你赐给台湾人民力量和智慧，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将台湾交托在你的手中，愿台湾成为世界的祝福。圣灵保惠师啊，你是世界的主，我们要依靠你，我们全然交托你，请你眷顾我们的软弱，做我们的坚固保障，赐我们安全。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创造主，感谢您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世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我们忽略地球母亲的哀嚎。我们面临生态破坏的问题，像是空气和水的污染、垃圾的污染、山坡地过度的开发、栖息地破坏和气候的变迁。生命之主啊，求你用你的仁爱充满我们的心肠，引领我们好好的保护地球母亲。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仁爱的主，你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祝福我们，看我们为美好。我们为那些带给世界仁爱和正义的妇女祈祷。圣灵啊，赐我们智慧，知道如何为受压迫的、被边缘化的、贫穷和无助的人争取权益，赐给我们为这些人发声的勇气，唤醒社会领袖，为妇女打造一个安全的空间。求主垂听我们的祈祷。恩典的主，新冠肺炎的疫情让我们面对极大的挑战。我们为那些失去至亲的人和那些仍在受苦的人当中来祈求。有许多人因着疫情而受害，主啊，赐给我们力量来帮助他们，为后疫情世界带来慰藉。恩典的主，我们感谢你引导我们度过在2020年疫情爆发的日子。台湾世界公祷日团队在疫情严重的时期预备今天的礼拜资料，如今我们才能在现今2023年举行礼拜。看顾人的主，感谢你让世界公祷日在你的恩典下可以聚集，有你同在，对你有信。我们也相信，我们也感谢台湾世界公祷日团队这群妇女在上帝的恩典中克服彼此的差异，寻求合一，达成共识。主啊，恳求你引导我们在基督里朝向合一的道路前行。求主垂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感谢主。我们这个时候要请执事开始来收奉献，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奉献。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诗。
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攻读本月的金句，请看周报的最后面，一起来念：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哈该书2章9节。报告，请翻开周报第2页。下周的同工请预备心。施礼是杨宗和执事。接下来我们报告翻开第4页，肢体交通的部分。今日3月12号是举行世界妇女公祷会的特别礼拜，也请兄姐为本会妇女福音的事工、生命的成长、委身的侍奉及中总会的妇女事工兴盛蒙福代祷。今天3月12号的下午1点半，也在2楼的会议室召开长职的会议联席会议，请长老、执事还有服事团队的首长都能预备心参加。还有大斋节受难前的40天连锁的禁食祷告已经开始，也竭诚的邀请所有的富强人都一起参与。4月7号礼拜五的晚上8点到10点的这边的敬拜4楼，是耶稣的受难礼拜，也请兄姐们预备心参加。第4项，教育装备服事团队也定于3月18号的礼拜六，邀请新竹新恩堂潘龙的牧师讲道，在下午的2点，也请大家预备心可以参与。我们翻开周报第5页的第6项，婚礼的喜讯，本会顾潘敏生兄与顾张美玉的姐夫妇的次女潘凯丽姐妹跟陈品君弟兄，他们预计3月25号下午2点半在本会举办婚礼，请兄姐们踊跃参加并给予祝福，恭喜他们。第5页的门徒培训施工跟研习会的消息，第2项的部分，有周经的查经班，在每周3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8点，由曾瑞平的牧师主领，大家都可以是踊跃登记参加。也有礼拜3月2号到6月8号，每个礼拜4的7点到8点40，也有请孙宝林牧师开课，内容是使徒行传今日的意义，都是鼓励兄姐们参加。其他的部分请自行参阅。第7页，我们翻开第7页肢体交通的部分，第3项，也为病痛的兄姐们做一下代祷、关心还有守望。第4项，我们也为南部的缺水来做祷告，希望在新的一季能够有新的雨水来供应给大家。翻开周报的第8页，有关于奉献的一些内容，如果有问题，可以跟财务的同工这边来做反映。以上，我们请夏牧师来做补充报告。好，弟兄姐妹，我来做一个介绍哈。我们今天有2位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叫柯秀穗姐妹，还有柯美兰姐妹，在我们当中，在哪里？请他们站起来，让我们欢迎你，好不好？好，欢迎你们2位，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个小的纪念品啊，送给你哈。2位姐妹，她们住在永康区哈，欢迎你们来哈。好，那做1-2点补充就可以。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看周报第4页哈，因为
这个第3点，我们的那个标题被误植了哈，就跟重复掉。这个是在讲我们的受难周的受难40天前40天的这个连锁祷告哈欢迎大家继续努力又踊跃参与哈牧师有一个期待，就是说你不是因为我能不能进食要不要参加，重点是你要不要参加祷告，重点在这里哈如果你因为身体体质关系不能用进食，你就可以参与祷告，而且你不一定要在中午或是晚上早上，你那个代祷内容，你在今天什么时间，你都可以一起用那一张代祷内容来做祷告，等于你有参与的这个祷告我们在楼下有放了这一些祷告的内容请欢迎大家参加。另外我们也有准备了一本这个禁食祷告的书，很好的这个一个教导如果你有兴趣，因为我们去年已经推广过很多人有了有的人还没有的，我们只剩下几本而已如果你要赶快登记如果不够我们再来加印那刚刚有提到说这个礼拜六有潘荣荣牧师要来做专讲也是下午礼拜六下午的2点，跟大家平常作息时间不会有冲突到。这个礼拜我们是堂外聚会嘛如果你时间把它空下来，鼓励邀请别人来参加其他教会也都很好，都欢迎他要讲的主题叫做创意查经对我们在研究圣经非常有帮助欢迎大家，鼓励大家来。那刚刚周报里面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行政办公室因为为了要让干事有专属的时间来敬拜神所以他们早上来上班9点以前有服务，但9点开始呢到10点半，等于他们专心要服侍跟敬拜所以如果我们弟兄姐妹第2堂来的时候刚好他们才开放如果你要参与的话，或是请他们帮忙可能要在礼拜结束让他们有有专属的时间来敬拜神其他周报很详细写我们来再看一下就好。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图卡的报告，就是我们泽龙执事他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基督徒他最近去关心了一间白水溪教会。大家对白水溪有没有概念？你如果说那个林子内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大家常常去林子内，就是在他们的山下，那个白河水库的那个泄洪池下来那一块地，就是那个林子内教会。那这间白水溪是在白河水库里面，大水库里面有一个突出的半岛那边就叫做白水溪教会。所以这间教会你看1874年了哇，比我们富强教会老很多100多年了不过因为第一个它地处偏僻，而且它几乎等于就是与世隔绝的感觉了因为要从白河水库的边边绕过去才能进到里面。以前曾经很兴盛，但是因为大家都移民都移出来了，只剩下老人剩下小孩子那些壮年的能够赚钱的都跑出来了你看这有一个指标就是在水库边边有一个指标，绕着白河水库旁进去目前说有聚会40个，70岁以上的占70%，等于是都是老人的教会了其他就小孩其他小孩所以他们在里面没有小学要被送到关子岭下面，不是有一个地方叫显超坡，有没有听过？我们要上那个白河荣民之家那个地方叫做显超坡那边小朋友在那边读书，你看他们自己不可能走出来上课嘛，一定要有人接送反正简单来讲，就是他们遇到很大的缺乏跟困境因为刚好泽龙只是他的朋友认识他，所以说想说他们是不是能够下个礼拜来我们这边义卖他们自己的长殖在那边种的有机的，或是说没有农药的一个果干就是凤梨果干，那个小朋友自己弄。听说他们自己要带小朋友过来这边义卖了换句话说，他们有助学金一些费用希望能够得到一些鼓励赞助重点是这里就是一包120块，下个礼拜他们会拿过来我希望他们不要再回来又再回去吧你帮忙卖也可以或是买回来送给朋友这些果干平常我们在办公室当零食也不错，因为这个是天然的
如果大家下个礼拜方便大家一起来赞助一下给他们小朋友一个经费。当然，如果你有能力要为他们奉献，更欢迎了哈。当然，如果说有整笔的奉献，可以请他们开那个奉献收据哈。好，那报告就到这边哈。我们等一下，请我们长职吃完午餐要开长职会哈。今天好像有很多单位外出，因为天气很好，听说到外面那个半日游了哈。最后呢，我们要特别来鼓励一下我们的婉如执事哈，他是新执事，他第一次施会，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鼓励一下。婉如执事他很客气，他说觉得可能台语公料袂练邓哈，所以请泽龙执事帮忙，但是华语他很擅长，很棒哈。不过你听到的声音好像有一点感冒哈。有时候要服侍神了，有时候遇到一些冲击所以要为他祷告，让他有信心哈。感谢主，我们这样的报告到这边哈。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以上会众请起立，一起唱颂荣的诗歌，台语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就红默默。诗歌后，请牧师祝祷。用台语唱台语的唱。田中的白灵丝，无欠缺啥物；山顶的百合花，春天现芳美。总是全能的上帝，每日想思真福气，予你就花的结实，献出疼痛的军旗。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比雨伞，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看遍野树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了称颂伊名，永无。耶和华祝福妈妈再次来。耶和华祝福满满，亲像海比雨伞，稳定慈爱直到万世代。看遍野树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了称颂伊名，永无衰。同心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保守相同扶持，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特别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为与所有的姐妹同在，赐下恩典赐福，从现在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来，请做默祷。今天第二堂主日礼拜到此结束，也请会众互相问好，也祝大家平安喜乐。